我是珊珊，对，这是龙龙，他是韩国最棒的艺人。 진짜 엄청난 유명신. 因为之前拍了很多就是反版的话，所以这个一起共存的话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，所以他就我也是很 respect。没有洗仙草的时候，我非常专注在洗仙草，但是洗完仙草，我有帮我小主人做事情，很棒啊，很好玩啊。他本来是拿了嘛，然后我就帮他。我来，一起来。然后他说不用，然后我说还是帮你。他一直说肯定不是我 ，yes。这东西不要那样，来加油！